咁佢而家就開始啟動啦。好啦，當佢完成啟動之後咧，攞翻我哋嘅 Android 手機出嚟啦。我哋就打開翻 TP-Link 物聯 App 啦，然之後去設備啦，跟住撳知道啦，跟住撳允許啦，跟住然後就撳添加設備，跟住知道啦，跟住使用應用程式時，然之後咧就用呢一個掃描器咧就掃描呢個 IP Cam 上面嘅二維碼。好啦，跟住咧佢就會去連接啦，咁就添加成功啦。如果需要任何科技上嘅服務，都可以 WhatsApp 聯絡我哋。跟住就下一步，咁我哋可以俾個名佢啦。咁我可以用佢預設嗰啲名嘅，家裏1啦，係啦，設置。然之後咧，因為嗰個 IP Cam 都要俾一個加密嘅密碼佢嘅，係啦。咁就要有英文字啦、數字同埋符號啦。咁確定。好啦，跟住已經就連到啦。